Hello，大家好。我想問下大家咧，如果每日真係放咗工、放咗學，上網即係沉迷手機4至6個鐘，或者放假8至10個鐘，你話係咪真係會虛耗人生咧？如果每一日都真係咁做嘅話，係咪真係可以每一日唔見2000蚊㗎？我想講咧，如果你睇呢條片睇到尾嘅話咧，你就會知道答案㗎啦。咁啊，當然就我哋即刻去片，即刻解釋下。咁啊，其實咧就呢一個即係圖畫咧，其實係我啲學生俾個建議。我問佢阿 Sir 拍啲咩嘢咧？大家有興趣睇。咁佢話：你最好就拍我成日都遇到一個情景，個情景咧就係咧我同人打機嘅時候咧，遇到啲豬隊友興到我死。我好，咁你咁我就拍咗剛才啱啱嗰條片啦。咁啊，但係個問題就係咁2000蚊係咩嚟嘅咧？其實個啟發咧就嚟自呢一本書嘅。咁呢本書咧就係 Jonathan Haidt 嘅叫 The Anxious Generation 咧，非常之出名嘅一紙風行。當佢出版咗之後咧，聽聞咋唔知係咪真？就係咧喺2025年嘅12月10號咧，就澳洲咧立咗條例，就話所有16歲以下嘅即係未成年嘅青少年咧，唔准有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嘅帳號。咁啊，如果咧係有 social media 嘅公司咧違反咗嘅話咧，佢哋會被罰款。而家今日拍片嘅時候已經過咗個零月啦，你估下佢哋而家係開心定唔開心啦嚇？好，咁咧就根據呢一本書裏邊講咧，男仔咧，尤其是青少年嘅男仔，因為佢即係前額葉咧喺青少年期咧就急速發展。咁啊，佢哋咧其實通常當然要有成功感啦。咁但係咧，如果當我哋係大量嘅時間係可能係男仔比較多即係打機啦，用手機，或者部分少數咧可能係沉迷色情嘅網站啦，會出現咩現象咧？根據 Jonathan Haidt 講咧，就話會有好多個問題咧，就係佢哋會揾唔到一個乜嘢係成功感。個意思即係話咧，你問佢中學生佢人生有咩目的，有咩志願，佢講唔出俾你聽。你問佢係咪好努力要考好個試，或者個游水攞冠軍，或者係咩比賽裏邊咧想獲獎咧，佢講唔到俾你聽。佢好似對未來嘅成功咧冇咩盼望咁。咁真係咁嚴重？咁女仔咧？咁啊，女仔仲嚴重喎。咁啊，根據 Jonathan Haidt 嘅大量嘅研究咧，就係2010年嘅時候咧，智能手機咧就開始大幅盛行，加埋呢個 social media。咁兩樣嘢咧就係即係構成對女嘅青少年咧造成一個嚴重嘅風暴。呢個風暴咧喺大量嘅歐美國家見到咧，就係自殺率、抑鬱率咧，尤其是喺女嘅青少年咧就大幅提升。咁佢嘅解釋咧就係話咧，冇任何其他社會現象咧可以解釋呢個現象，唯有可以解釋咧就係2010年嘅時候咧，智能手機加埋社會即係 social media 嘅興起。點解會咁咧？對青少年嘅女同學特別會有影響咧？因為人咧就有兩個 mode 嘅。第一個 mode 咧，咁就係一個即係追尋一啲 explore 嘅 mode 啦。第一個係團結嘅 mode。咁呢個團結嘅 mode 咧，就喺女同學裏邊咧，希望獲得即係同輩嘅認同等等咧，係特別明顯同埋佢特別嘅關注。而以前咧未有社交媒體或者係手機未盛行嘅時候，咁女同學咪就係會同其他女同學一齊去做 friend 交往就算有少少不和，咁佢可能咧亦都透過慢慢嘅佢哋嘅接觸同唔同嘅人嘅相處，慢慢嘗試拆解，所以咧就冇咁容易有玻璃心。但係智能手機嘅出現，令到不停碌6個鐘 IG 咧就唔同啦。每一個女同學當佢 post 佢自己一個小故事，哪怕呢個 IG 係即係自己少數嘅群體，咁但係咧睇到嘅人咧，其實係即係佢哋係可以評頭品足啦。佢哋善意或者唔善意，或者一個好細微嘅少少嘅位，都會導致嗰位同學咧係可能會過度敏感。而呢個過度敏感咧，亦都會導致到咧就係有幾多個 like 又好，或者人哋嘅 comment 又好等等咧，會令佢過度緊張。其實青少年係唔假設佢需要喺即係青少年咁呢個後生嘅年代咧，就面對咁多壓力嘅，嗰啲留低俾成人，俾嗰啲明星去處理佢哋點喺媒體之下咧就 OK 啦。我哋後生仔咧係唔使面對呢啲嘢。
可惜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咧，就將一個實體嘅友誼可以慢慢從跌跌碰碰裏邊咧去即係去學習嘅咧，就變成全部喺社交媒體裏邊嘅 like。結果一個唔滿意，一個少少嘅誤會，就會較容易導致到咧女同學咧係陷入一個抑鬱嘅漩渦裏邊。咁當然唔係個個都係咁啦，咁我都見到好多女同學咧都係健康嘅嚇。咁啊，當然社交媒體加呢個打機咧，會出現嘅下一個問題咧，就係會成癮啦，亦都係會睡眠不足啦，更加重要咧就係會導致專注力碎片化。咁啊，呢個都係一個非常大嘅問題，尤其是我哋做老師，即係見到咧而家嘅學生，無論可能佢睇得短視頻啦、Reels 啦、即係呢個YouTube 嘅 Shorts 啦，睇得多嘅時候咧，佢哋嘅專注力真係下降喎。咁其實無論你係任何嘅學科咧，都係需要你花大量嘅專心嘅時間咧，先讀得好。但係如果我哋習慣咗一唔中意就 swipe 一下，劃走佢，劃走佢，咁嘅情況咧，其實一個人咧就會習慣咗咧，係唔需要面對一啲比較深刻嘅問題，比較需要去研究嘅問題，而佢嘅專注力下降咧，根據有好多嘅研究顯示咧，似乎可能真係會導致到整體佢嘅前額葉發展咧係出現一個所謂 great rewiring。而呢個 great rewiring 咧，係對青少年咧造成無可即係挽救嘅傷害。咁有冇辦法有出路嘅咧？